佘詩曼趁住新春團拜，喺社交平台發同周潤發嘅人生第一張自拍合照，成功為佢20幾年追星路畫上浪漫句號。相入面兩位巨星笑得開心，氣氛輕鬆溫暖，仲有黃宗澤、吳卓羲同埋苗僑偉夫婦等港眷熟面孔，被網民封為香港影視圈半壁江山嘅珍貴聚會。阿佘仲分享咗兩段難忘嘅回憶，一次係年輕時喺片場飯堂遠望發哥，激動到跳起都唔夠膽咁上前；另一段係大概2000年，佢被安排上堂，發現原來係發哥親自授課，發哥認得佢，仲話睇過佢拍嘅10月初5的月光，令佢心裏面好似放煙花咁開心。雖然兩人至今仲未有合作機會，但今次呢張合照對佘詩曼嚟講已經係超級浪漫嘅圓滿時刻，引發唔少網民一齊回憶港片嘅黃金歲月。